各位打算退休或者已經開始規劃退休嘅朋友呢，你哋有冇諗過退休之後返大灣區養老啊？我睇到網上嘅討論呢，非常兩極化，有人話每個月4000蚊人民幣就搞得掂，有人就話呢，至少要2、3萬呢先至得嘅。咁大嘅差距呢，到底真實嘅情況係點樣呢？點樣先至可以規劃到一個又安心又舒適嘅退休生活？我係 Oscar，作為一個幫好多家庭做退休規劃嘅 CPA，今日咧就同大家去到做個實戰深度分析，唔止係講預算，更重要係拆解背後好多人都忽略咗嘅財務陷阱，同埋一個必須嘅長遠策略。其實北上養老嘅預算咧，真係豐儉由人嘅，完全取決於你係選擇邊一種嘅生活模式。我哋分兩種主流情況咧，去到做個詳細拆解。第一種咧，我稱之為基本安穩型。假設你已經有物業，或者喺二線城市租一個細單位，大概2、3千蚊人民幣啦。平日主要自己煮飯，去街市買餸。內地街市嘅餸菜咧，真係又平又新鮮嘅。醫療方面咧，依靠內地嘅政府醫保。嗱，雖然覆蓋比較基礎啦，咁但係保費係非常之平嘅。加埋交通、水電雜費，咁樣計落咧，每個月大概4000到6000蚊人民幣咧，真係可以過到一個基本安穩、壓力又唔大嘅退休生活。呢個就係網上流傳平嘅來源，咁但係大家要記住咧，呢個係一個基本版嚟嘅咋。第二種係優質舒適型，亦都係我大部分客戶所追求嘅。咁首先你希望住喺深圳、廣州或者珠海嘅核心優質小區，管理完善，租金連管理費可能已經要5、6千蚊或者以上。飲食方面，你會想間中同朋友落下一啲高級啲嘅餐廳，體驗一下大灣區嘅美食。最關鍵咧就係醫療。為咗獲得最快最好嘅醫療質素同埋絕對嘅安心咧，你會需要買多一份高端嘅商業醫療保險，確保可以去私家或者三甲醫院嘅國際部。呢筆保費每年可能就要過萬甚至係幾萬蚊噶啦。再加上每年去幾次旅行，享受生活嘅話咧，咁樣嘅生活水平，每個月嘅預算就要萬幾到2萬蚊，甚至係更多噶啦。咁大家就要問自己，你追求嘅係邊一種嘅生活？講完表面嘅預算咧，接下嚟就係重中之重啦。作為你嘅理財顧問咧，我必須要用審計同埋風險管理嘅經驗咧，提醒你3個好容易被忽略，但係殺傷力極大嘅財務陷阱。陷阱一，醫療開支係個無底洞嚟嘅。隨住年齡增長，醫療需求會幾何級上升。普通政府醫保對於傷風感冒呢啲小問題當然係冇問題啦。咁但係萬一遇到癌症、心臟病、中風呢一類重大疾病咧，你係需要用到最新嘅藥物、最好嘅設備同埋醫生。政府醫保咧就未必夠 cover 啦。一場大病可以好快咁樣蠶食你成副退休金，所以一份能夠保證續保、覆蓋全球或者最少包括香港同埋內地三甲醫院嘅高端醫療保險咧，唔係選擇嚟嘅，而係必需品。你可以通過選擇墊底費咧，去到令到個保費平啲。咁但係呢一個保障咧，絕對係唔可以冇嘅。陷阱二係隱形殺手通脹。你唔好以為而家計劃每個月2萬蚊好鬆動就一勞永逸啦。我哋計條數俾你睇，假設每一年平均通脹3%，20年之後嘅2萬蚊咧，購買力只係等於而家嘅11000蚊左右，即係你嘅生活質素咧會不知不覺被大打折扣。所以咧，你嘅退休計劃必須要有一個能夠長期跑贏通脹嘅投資組合，唔可以只係將所有嘅錢咧放喺銀行入面做定期，因為定期利率咧好多時都係跑唔贏通脹嘅。陷阱三係資產跨境同埋傳承嘅難題，呢個好複雜。你嘅資產主要喺香港，但係生活開支喺內地，點樣可以高效低成本咁樣調動資金？每一次過數都有手續費同埋限額嘅，咁更加重要嘅就係咧，萬一將來需要安排遺產，內地行嘅係民法典，香港係普通法，兩地嘅法律體系咧係完全唔同嘅。如果你冇提前做好規劃嘅話，你嘅家人咧將來可能要面對漫長同埋複雜嘅法律程序，先至可以繼承到你喺內地同埋香港嘅資產。呢啲都係需要提前幾年甚至係10幾年就要規劃噶啦。例如考慮適當嘅保
險金信託或者訂立妥善嘅法律文件咧，絕對係唔可以到時先算嘅。咁所以大家明白啦，北上養老咧，唔係只係睇每個月使幾多錢呢個表面數字，背後嘅醫療、通脹同埋資產安排咧，先係決定你退休生活質素同埋安心程度嘅關鍵。面對呢啲挑戰咧，我嘅建議係一個核心策略，就係你要為自己建立一條同埋你生命等長、穩定同埋能夠抵抗通脹嘅現金流。無論外面經濟點樣波動，無論你活到120歲，呢筆錢咧都會每個月準時出現，照顧你嘅生活，咁先至係真正嘅退休自由。如果覺得今次分享對你有幫助嘅話咧，請幫忙俾個 like 分享出去，同訂閱我嘅頻道。我係 Oscar，我哋下集再見，繼續傾下理財同埋生活智慧。拜拜。